Share ownership 係乜呢？有冇試過揾屋嘅時候，發現有啲屋咧好平，寫住係 share ownership 呢？ Share ownership 係一個由政府支持嘅計劃，幫助你踏上置業嘅階梯。你首先要會購買房屋，通常係一啲新建嘅房屋，當中10%至到75%嘅業權，餘下嘅業權由當地房屋協會 （Housing Association） 或者係建造該房屋嘅發展商擁有。你購買嗰部分咧可以承做按揭，尚未擁有嗰部分咧就需要繳交租金。因此呢個方式咧亦都被稱為部分購買、部分交租。當你儲到錢嘅時候，你可以逐步增持呢個物業餘下嘅部分 （staircasing），彈性相當大。呢個計劃最適合首期唔多又唔想再租屋嘅朋友。若果想獲得更加多買樓同埋做按揭嘅資訊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有按揭需要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作進一步嘅諮詢。